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6月29日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咱先來看今仔有啥物新聞重點。昨暗台北樹林樓牌圓山保齡球館後壁邊放山大石頭去塊到球館，加載已經停業2禮拜，無人受傷。期間伊提出無人在顧特別條例草案，又擱提立法院予拿北封殺，國民黨甲民眾黨嘛要提出版本，拜五做會處理。桃園龜山有民眾佇厝的門口予高山仔咬着傷，農業局強調講會想辦法來抓，嘛呼籲民眾門口就唔通囥糞，還是囥食食。來看昨暗台北樹林樓牌的圓山保齡球館後壁邊熊放山，大石頭去塊到這個球館，厝頂嘛予大石頭砸破，石頭也是攏搭佇球道的頂頭。加載圓山保齡球館嘛已經停業2禮拜咯。市政府人員早起去現場勘查，可能是連續落幾啊天的大水雨，造成山邊土石啊鬆軟。保齡球館邊啊，有步道，嘛有部分的路段地基已經空起，這嘛是已經由封鎖線來進行管制。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講，已經要求相關單位馬上去現場會勘，嘛強調講台北市其他的步道攏有會監測。足濟土石崩落落來，包括樹木嘛對咧倒落來，甲厝頂攏互破，天棚的房仔更緊攏走出來，現場閣有足濟大粒石頭。60年了，從來沒有災情這麼嚴重，所以這一次是最嚴重。那剛好我們是歇業，不然禮拜天那客滿的人在裡面，那發生點會更嚴重。今日畫面就佇咧台北市圓山保齡球館已經營業超過60天啊，前幾天啊才宣布停業。啊，毋過挖球館的山架佇咧28就熊發生崩塌的代誌，若有非官方報道的地基去用挖空，保齡球館嘛對咧着災。因為連日的豪大雨，造成它整個坡面的含水量過高，那所以造成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一片邊坡。它就是有一個淺層的滑動，我們希望可以在1個月內，我們趕快去把它這的一些已經現在滑落下來這些狀況做一個排除。大地處人員透早就去遐勘查，初步研判是因為一直落雨影響，引發土石滾落來，就驚雨擱落落來，造成第2擺的危害。目前已經緊急搶災，預計1個月內會到完成。警消單位嘛佇咧舊步道的路口為封鎖線。禁止民眾出入。我們會持續的了解這次的誠意，以及對於全市各登山步道，我們也會持續的做一定的檢測。面對這擺事故，嘛讓外界真關心台北市爬山步道的安全性，包括象山、劍潭山，攏是真出名的步道路線。台北市長蔣萬安就講，這個爬山的步道攏有繼續監測。記者綜合報道。前幾天的大水雨，台北市內湖嘛做大水哦，金龍路附近的災情是真嚴重，有5間行的業者到達去摒掃。佇內湖路三段有住戶是質疑講，就是水溝啊無得清無得摒，才會淹水。早起有民進黨的議員嘛質疑講，蔣萬安一直用雨量超標當作借口，事實上根本就是無好好啊治水。嘛質疑講，伊看到人就發慰問金傷合咯。也毋過台北市長蔣萬安早起是擱再強調講，前幾日的雨量嘛已經超過台北市排水系統設計的標準，佇慰問金的部分，公所會擱來處理。日頭出啊，趕緊甲路絲拍拍的，頂日咧上大雨，予內湖積水淹水，金龍路遮災情真嚴重。5間行的業者甲單還擱咧摒掃，嘛講這算是真正是算袂了。損失沒有辦法算啦，因為東西陸續都拿搬上來，尤其木板。碰到水完全都沒用。內湖路三大道住戶批評，雖然因兜是住佇咧3樓，但毋過看到樓開厝邊災情這麼嚴重，質疑講是水溝啊無清，才會安尼啦。我們這裡比較低，但是25年為什麼都不淹？就是水溝沒有清堵住了嘛。立法院財委會去到內湖真濟大去考察，看災後中建復原，也有相關經費執行的狀況。國民黨立委李元秀就強調，希望透過會勘來做一個平台，讓中央甲地方會使做伙來合作，趕緊讓所有的災民恢復正常的生活。有民眾反映說，未來是不是可以比照像地震系統哦，在極端暴雨能夠盡速的讓大家知道說，雷雨包現在在哪個區塊，包括相關的水閘門的關閉哦的是在哪一個時間點，也可以透過簡訊系統。民進黨台北市議員召開記者會，質疑洪水做甲失靈去啊，批評市府攏將責任怪去甲瞬間的雨量超標，呼籲應該參考過去對中港和預報的標準，提早來做法度。面對極端的氣候，洪災工課絕對唔是干那氣象報告看看爾，更加是愛提早一警分級，也閣做行政作業。機動式抽水機，你事前沒有做
這個所謂的預先調動，在低窪地區做待命的話，延遲不管是20分鐘或者是1個小時，其實都可以看到會有非常大的災情的產生。這一次內湖整體的施雨量已經超過排水系統的設計標準，甚至10分鐘的雨量也來到了23.5毫米，所以基本上在整個作業上面，我們第一時間當然包括各局處來緊急的應變。針對 AI 防水已經到底有發揮效果無？主辦人表示，已經指示水利處、民政局等等的系統全面來做結合，所以來透過民政、鄰里的系統，和各里各區會當即時來掌握水情，也有更好的狀況。記者綜合報道。最近小人刷落大水後，台南的西瓜佮芳瓜嘛損斷甲真嚴重。西瓜本地7月中就會當收落，即馬恐驚攏烏有去咯。農業部嘛已經公告台南市是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地區，今仔開始到7月初10號接受農民的申請。原地應該青冷冷的瓜仔葉，頂頭攏予雨水結甲一個閣一個破空。這幾工出日頭了後，瓜仔風拍甲大殼殼，完全失去光合作用的能力。台南規人沙崙的農場，種真濟原地7月中就要採收的小玉仔西瓜，毋過連續落2擺大雨，予西瓜完全無法度採收。無度收啦，攏泡水啊！水小這個內面嘛是會爛啦，爛啦，啊日頭落來拍的，透去打啦。即開個瓜啊，成本安尼啦，毋過今年的迄落上萬來啦，沒有啦。強降雨，結果造成它西瓜，第一它也長不大，然後第二一些植株都也死亡，然後至少超過都4-5成吧。然後政府補助基本上對我們來講就不無小補啦。若是這2擺大雨影響到，這個瓜仔成長期嘛去用拍亂，時間又閣較長。若是想要正常生長，上無閣要等1個月重新結籽。毋過看這個瓜仔栽已經明顯老化，最後敢會當結籽，即馬誰攏講袂準。今仔這件代志，農業部嘛公告，28到7月初10受理申請災損。受災的農民在即日起到7月10號能夠到受災的公所來申請救助那我們市府會秉着從寬、從速、從簡的原則這擺現金救助的對象是實際做農作生產的自然人，經過勘查，確認作物損失率有20%以上，就會當救助。西瓜每公頃救助6萬4，芳瓜每公頃救助8萬塊。另外，若是符合農業部公告，災損天氣參數調價的人，會當依照規定免辦理現場的勘查，互救助的作業更較緊。記者綜合報道。頂禮拜，屏東縣有真儕所在攏會做大水。今仔早起，當地鄉德英村的村民甲村民嘛來登情，希望講有丟客困垮工程，就愛趕緊來完成，才會當保障因的性命甲財產的安全。縣政府是強調講，困垮按說是第3期的工程，目前有在做第2期的工程，完成後會趕緊來評估。居民跛腳浸佇水慢慢行，想要趕緊刷到較懸的所在避雨。控制2月的大水雨，造成屏東中地德英村對半暝3點就開始淹水，因為牛潮溪的溪水嘛漲懸，水下袂離，遮足儕所在攏淹對厝內入去，造成居民損失。雖望即馬水退啊，村長不嘛表示，縣府攏無來關心村內的狀況，希望屏東縣政府會當加速牛潮溪的粉礦工程。縣長到政府都對咱中地鄉德英村遮有無，攏不聞不問啊。攏無資源互咱，若無咁攏無人關心。伊即馬甲使用池編列第2期工程來做，所以咱德英村路上重要會淹水的所在，有條溪，阮的區域排水攏無甲阮做，就是講邊仔住戶的出入會無方便，有誒是會卡着因的厝。我認為講這攏是借口啦。德英村日前下晡有開村民會議接受陳情，村長講因為伊早起水溝的時觀念無好，攏只有按照路的關格做，而且因遮的排水溝會閣淺，只要是雨量超過40毫米就會填起來。莫講一屆一工落超過400毫米的雨量，根本完全無法度排泄。雖然前縣長潘明安時期已經規劃改善工程，不過進度傷慢，村長希望腳手會當較緊的。那因為目前牛稠溪排水上游滯洪池緊鄰本市淹水的區域。優先推動滯洪池工程的話，可優先將村莊的洪水優先導入滯洪池，
來解決當地的一個淹水情形。縣府講工程攏有按照時間咧進行，牛潮溪糞塊是第3期工程，唔過即屆因為短時間雨量傷大，會趕緊甲第2期扣水池趕緊完工，減少水尾德陽村村民做大水的狀況佫發生。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立法院議會頂禮拜5，南北又個紅色行政院提出無人載具特別條例草案。國民黨團講，因這禮拜會來提出國民黨的版本，唔但有採購，閣有租稅減免等等的獎勵辦法。強調講，金額會比行政院提出的2100億閣較濟。民眾黨嘛會來提出家己的草案，嘛按算講這禮拜5會佇議會做伙來處理。南北鬥陣佇咧26個立法院會，甲行政院版本的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草案動落來，確定萬請立案。國民黨就講，家己要提出家己的版本，包括稅厝減免等等獎勵，攏掛在內，而且這個金額甚至比行政院2100億閣較懸。我會推出2個版本，一個版本就是無人機的產業發展條例，第二一個就是高端的無人機採購以及技術移轉，特別這一次我到美國去啊，這個我在不同場合我都強調，我說如果我跟你們買比較高端的台灣沒有辦法做的無人機，以及你們答應把相關技術移轉給台灣，我願意支持。那是國民黨、民眾黨嘛家己提版本，強調愛無人載具編列倒轉去年度預算。預計拜5時陣會和行政院版本、國民黨的版本鬥陣交予立委。我們的版本主要着重在我們國防自主跟我們的產業發展，所謂的採購金額這一個部分，我們並不是我們版本的重點。我們以為，當韓國瑜院長領導的國會訪團在美國表達支持台灣發展無人機產業、發展無人機國防的當下，藍白不會再阻擋行政院版的特別條例。我們原本是這樣正面的期待的。立法院長韓國瑜帶領下黨派立委團，才打去美國領，不一個鬥陣去的民進黨立委郭玉情就講，當時嘛甲美國表達在野黨鬥陣阻擋無人機特別條例的狀況，啊毋過國民黨質疑是咧借機會甲美國鬥。透過了國會的直播，美方其實早就已經非常清楚，到底台灣的立法院發生什麼事，還需要我去告洋狀嗎？郭玉情就講，若要甲我烏，不如請南北好好甲社會來說明。也若共款去美國的國民黨立委賴士葆就講，美國其實敢若是講，希望台灣會當甲無人載具的預算編予到額，閣一直逼促美方第2波140億美金的對台軍售，愛 Trump 趕緊簽名，而且趕緊提供法計書。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在野黨提出5項的公投提案，包括變形反廢死、甲停綁核電等等。中選會主委游盈隆進前是表示講，公投白大選是必然的趨勢，這嘛引起民進黨立委的批評。游盈隆今仔是開記者會表示講，伊建議國會着愛斟酌來考慮。今年公投的數量是一個拄拄啊好，2個有點仔濟，3個恐驚就無法度咯。2018年公投白大選引起宣布混亂，後來立法院把修法取消，但是去年底立法院閣再3讀通過恢復公投白大選。今年年底到下面選舉，國民黨團和民眾黨團最近也提出5項公投案。中選會主委游盈隆就表示，公投白大選是必然的趨勢，選務人員會認真準備。但是這句話引起部分民進黨立委的不滿，認為公投攏還未成案，中選會違反行政獨立的原則。游盈隆也針對這件代誌做出回應。我們講說公投已成必然趨勢，講的是一種可能性大家也都很清楚，只要立法院這個在野黨聯手，將法案逕付2讀，然後送協商，它的實際的意思就是說，它很可能在今年被通過成為公投的提案。另外，針對今年11月28日選舉，中選會嘛呼籲，到合意的選舉是真複雜的，所以呼籲立法院南北兩個黨團，要公投提案，都要斟酌考慮，但係選務系統敢有法度處理。今年公投數量是1個恰恰好，2個有點多，3個受不了。請朝野政黨在推動公投的時候，也負責任的一併考量選務系統承載能量的極限。
目前南北可能會提出5項公投案，南洋議題包括變形入法、反對廢除死刑、甲重新啟動核電；北洋議題包括移轉投票、甲交通罰金專款專用。中選會指出，離今年底的選舉剩無半冬的時間，目前也當咧全力籌備，希望互咱台灣民主的選舉會當順利進行。記者桂宗林、林曉凱台北報道。來看台股頂禮拜五大落1683點哦，今仔是開紅盤，盤中是閣起到45521點。台積電今仔上濟是起到2395塊，收盤是2370塊。今仔指數收盤是起428點哦，指數是44999點。今仔的成交量只有9975億，是今年5月20日以來頭一日度成交量無超過1條。因為美伊局勢有股債卡反覆，也有前一個交易日，台指期夜盤反彈的帶動，台股2到開盤由烏變紅開始反攻，開盤44594點，盤中上懸45521點，和頂禮拜五加權指數淡薄1683點的不足心情小可較小透，想要收復月線關卡。寬達股台積電是開價行懸，盤中上懸2395塊。7月中旬之後，大型企業會陸續公布第二季的財報。在此之前的話，就是呈現一種相對的產業消息的空窗期，台股比較容易呈現的是一種高檔震盪的一個格局。邊亞洲股市是跌，日經指數盤中上價67997點，韓國綜合國企指數甲頂禮拜同款跌，盤中上價不到8127點，兩個攏跌。不過最近韓國不時會出現用長級的大量優惠，有人講真央是來自神送 SK 海力士這款個別股票 ETF。咱台灣市場的被動式 ETF 是歸哪個股票分散風險做主要概念，個別股票 ETF 是連接單一的個別股票，那是寬達股鬥相共起、鬥相共盤的效果真明顯。台灣證券交易所講，台灣的市場暫時未開放個別股票 ETF。並不是不好，而是說，在相對比較淺碟、相對比較窄基的市場的話，發行這樣的一個產品，其實就會加大金融市場的一個不安定性。在股市的信心這部分，它上升的幅度是最大的，它上升了7.84點，還不到30分。那它也是代表，目前啊，雖然股市信心是有回升，但是呢，它還是處於那個比較嚴重的這個悲觀。中央大廈公布6個消費者信心指數65.05點，比頂個月起2.97點。其中未來半年投資股票時機起上多，不過也未恢復到2020年以前標準，有較悲觀。學者講，在最近國際地緣政治無確定因素，也有第三大股上過熱的風險，投資人就要注意。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桃園市長張善政推出通負擔的主體政策，望講互少年家庭會當用市價5折到6折計數來買厝，嘛望講中央會當來補助支持。行政院是表示講，因為勘測真複雜，需要較長的時間來審查。都有在野黨指講，中央是為着選舉考量在拖沙。內政部長劉世豐今仔是強調講，為着避免債留子孫，所以需要跨部會來研議。桃園市長張善政是強調講，這是一個雙贏的做法，望講中央趕緊審查通過。協助結婚的家庭成家，桃園市長張善政撒可負擔主體政策，是在社會主體甲一般主體中，用市價5折到6折，一坪20幾萬，幫助青年成家，摕到永久居大權。議會也已經3讀通過相關主題條例，送去中央。不過行政院延長核定期限，和在野黨質疑是選舉考慮該卡掉的。內政部長劉世豐出來解釋。行政院非常高度重視這個部分，那要求內政部要把這幾個部會裡面看完了這個張善政市長所提的這個可負擔宅的部分呢，做一下回應之後呢，我們會再研議。劉世豐講，可負擔主體看起來層面正寬，那是主體法，也包括金融貸款、利率補貼，一個未來房產啊承擔了的權利義務這個問題，所以內政部要會經意見評估，跨部會研究。劉世豐也講，唔通將債留給子孫。張善政講，可負擔主體未對政府跟買厝的人造成負擔，是雙贏。說要多花一點時間，結果是把它放到冰箱裡面都不動呢，還是有繼續在開會審查？我們當然希望是後者。那麼對於外面有些人擔心說這是一個再留子孫的前坑，不配的，因為可負擔住宅政府沒有財務負擔，相較於社會住宅。我們都說這是一個利益良善，但是呢，它的制度設計
仍然存在很多的缺失跟問題。那市政府呢，不能夠每次遇到公共議題的討論，就要用抹黑、政治攻防的方式。來說，張善政講，希望中央趕緊開會審查。伊若年底市長選擇另一個對手，黃世杰是講，伊從來無反對過靠負擔自提，政績的設計若是有問題，包括產權的問題，就會討論。一個政績的配套是毋是有夠，才會當予少年的家庭買到厝，有保障。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新北市柯仔寮的民眾甲環保團體將對核四碼頭造成覆量鹽寮的沙坡流失，影響到漁業甲員工，已經抗議真濟屆咯。因是要求講應該趕緊把核四碼頭拆掉。今仔閣再開記者會來提出訴求，也毋過台電視表示講，長期監測是顯示講附近的沙坡地無明顯的變化，會閣繼續監測，目前是無拍算要拆碼頭。碼頭立即拆除核四碼頭。郵報條化口號要求政府隨拆核四碼頭。柯仔寮的居民指控，因為起核四碼頭，覆量加鹽寮的海沙坡沙攏流無去。柯仔寮的居民加環保團體開記者會，講當地海沙坡沙的量已經流無去超過一半，影響漁業、觀光加居民的生活。碼頭愛緊拆。後來就是我們提供最新的資料，那監委也已經就說認同法院的要求。就是去審慎評估拆除核四重建碼頭的可行性。這地方只要有蓋堤防，都會有菩提效應，而且這個地方是自從核四的碼頭來以後才這樣子環境的改變，所以我們認為很明確的沙灘的改變是跟核四的重建碼頭有絕對的關係。民眾講，因進前甲監委定情，監委4月有來現場看，接受因提供的相關流失的證據。監委5月行文行正義，進行評估拆除的可行性。要讓羅總統要來海沙坡現場看沙灘的監測哈，那整個驗證的結果顯示，這個沙灘整體的寬度變動不大了，它的變化程度跟自然其實是密切相關。它將會持續投入資源監測海岸變遷。對相關指控，台電回應，根據長期監測，海沙坡整體跨度變化無大，會繼續監測，也會配合政府指示的核四轉型工作。也未確定進前核四碼頭未拆，因為經濟部30會佇福良開當地海沙坡復原推動工作會見會，居民也到現場表達意見。記者綜合報道。寶山總隊甲海關最近查到一件泰國寄來台灣的包裹，講是止疼藥膏，也毋過內底竟然有第2級的毒品安非他命，警方是抓到一個泰國移工。另外，這2天佇苗栗佮嘉義，也攏佮抓到有人食毒塞車。交通部今仔嘛表示講，今年1月到4月食毒塞車弄死9個人咯，所以會修法來加重處罰。專案小組趕緊將這個泰籍移工抓到犯，因為涉嫌為販毒集團，領這為泰國來毒包裹。寶山總隊甲海關進行的執行國際郵包拿檢的時陣，發現這為泰國寄出來包裹有問題。販毒集團將第1級毒品安非他命混裝，擱設置於5條泰國止疼藥膏內底。販毒集團刻意選用泰國知名止痛藥膏作為藏毒工具，利用藥膏濃烈的辣椒氣味，干擾緝毒犬嗅聞及規避海關 X 光查驗。專案進行了後，將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中華檢方。檢察官已經提起公訴，阻止這個毒品流入市面。雖然檢計查到各地食毒塞車也是真多。苗栗島分警方2月半夜順路經過信東路時陣，發現一個姓徐的查某人騎機車速度太過緊，而且沿路無拍方向燈，進行拿檢，發現伊食毒上路。據女坦承近期曾施用毒品。經唾液快篩檢測，呈現毒品陽性反應。這家己市西區日到透早3點多，一台自小客車塞車無正常，警方都要查查時陣，竟然大油門逃走，沿路閣弄到3台停佇路邊的車，然後駕駛閣想要棄車逃走，馬上互關警制服。經實施毒品初篩，無顯對依托米酯及凱他命均呈陽性反應，警方當場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及公共危險毒駕罪嫌依法逮捕。交通部統計，今年1到4月因為食毒塞車造成死亡有9人，未來修法更加重處罰。修法面大概也動了起來，那在執行面也確實是比以前更加的這個積極來就酒駕、毒駕零容忍來做相關的一個打擊的工作。
交通部表示，目前受罰方向是，那因為食道塞車致人重傷或者死亡，14人都免考照。那單純食道塞車比例是3年免考照，佮配合檢查來降低毒品的傷害。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新聞來看，委內瑞拉頂禮拜發生連續2屆規模7.2甲7.5大地震，已經造成1450人死亡，有超過3000多人受傷，佮有5萬多人失蹤哦。雖然搶救的黃金72點鐘過了，也毋過災區嘛是佮繼續有人互救出來。當地政府是真慢才派出重型的機械，嘛互災民真不滿。救援人員真細膩咧救人，甲調佇咧安文土角下卡民眾扛起哩兩橋。委內瑞拉發生7.2，也閣有7.5兩屆大地震，搜救行動也閣咧繼續進行。雖講黃金72點鐘已經過啊，也毋過災區嘛是一直有民眾去用救出來。一個去用地佇安文土角下卡86點鐘60歲婦人人成功去互3年挖倒的救援隊開11點鐘甲救出來。離背也閣2個11歲查甫囡仔分別佇咧無共所在去用救出來。啊，那美國甲法國的搜救隊嘛聯手救出一對受困4天的白仔囝。On a eu très peu d'accès pour aller à ces victimes-là, ce qui nous a forcé à faire des trous pour pouvoir, avec certains matériels que nous avons en notre possession, comme des caméras ou des micros qui nous permettent d'échanger avec ces personnes-là. 委內瑞拉臨時總統羅德里格斯離背講，各國的搜救隊已經佇安文土角內底成功救出33位，也閣活落來人，嘛強調政府絕對袂放棄任何希望。En razón de ellos, hemos decidido crear en lo inmediato la Comisión Presidencial para la evaluación de habitabilidad de esas viviendas y también para determinar la habitabilidad de infraestructura que tiene que ver。雖然政府真樂觀，也毋過民間是真絕望。2層的大地震，人無39秒鐘，地數800間的厝倒去，也閣有上萬人甲單失去聯絡。佇東災區道災民起甲大聲罵講，這規大陣來遮的軍人甲警察根本毋是來救災，毋若骹手慢吞吞，甚至有官員佇咧廢墟頭前翕相翕翕的，就家己滑頭做走。發生世紀的大地震，要安怎做災後的重建，正做委內瑞拉新政權的重大考驗。上萬人甲單，抑閣生死未卜，當局要安怎來整合國際資源，快速救災，全球攏緊看。公司新聞4派選編譯。再來看歐洲的德國、捷克甲波蘭，這幾天溫度嘛升到超過40度，創歷史新高哦。世界衛生組織昨嘛證實講，2年以來極端高溫嘛已經造成1300多人死亡，敢若法國都有上千人不幸過往，有超過85%攏是65歲以上的老大人。布拉格舊城廣場的水車噴出水霧，互真濟人甲遊客趁機會清涼者。這擺侵襲西歐的極端熱浪已經向東邊拖到捷克。布拉格北邊的多克薩尼甚至測到41.1度的歷史高溫，德國波蘭也出現40度的高溫新紀錄。There's very little air conditioning in my flat.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I keep the curtains closed all day and I open the windows at night to be a little more cool. I didn't expect the weather to be this bad. I thought Poland would be like okay, like in the 20s, but this is too much. 歐聯會熱天溫度一直升高，因為歐洲的主題工作場所甲學校這建築物在起的時陣，無將耐高溫列入考慮，所以熱傷害代誌真濟。世界衛生組織日白證實，熱天以來高溫已經奪走歐洲超過1300條人命，敢若是法國位置是到即馬。都已經超過1000件超越死亡的案例，其中85%是65歲以上的老大人，而且佇厝內底死亡比例也增加40%。為減少高溫對老大人威脅，意大利羅馬市政府免費提供智慧手環給老人，監測心率甲困眠模式，同時佇緊急狀況之下對外喊救。Sicurezza sì me la dà perché sto più tranquilla io perché se mi succede qualcosa
這場爆發記錄6月元份，氣象專家講是因為北非的大氣空氣在這強頂的效應之下，困在歐陸天頂，互全歐有3.8億人生活在超過30度的高溫環境之下。世衛組織研究，歐洲是全球升溫上緊的所在，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原本每代人才出現一擺極端熱浪，在氣候變遷之下，恐驚加速歐洲人熱天的新常態。公視新聞張淑芬報道。過來消息來看，桃園龜山的鳳樹坑附近有民眾佇厝的門口互高山仔夾着傷，機關是要求農業局就愛提出辦法。農業局嘛表示講，因會想辦法來抓，嘛呼籲民眾都唔通佇門口囥糞，還是囥食食。我嘛有護腰吼，袂甲嚴重。對啊，伊講拄啊無護腰。對電眼清清楚楚會當看到一個姓李的婦人人伫當門卡口咧整理花草，無想到一隻野生的高山仔就雄雄衝過來，對伊的腳趾片就甲攻擊落去，當場去用夾出4-5公分長的空喙。過長工閣因為細菌感染，愛去病院做清創手術。啊，若過幾啊天了後，伊想到這件代志，有關閣會驚。很頻繁，每天都會下來，因為我人是側這一邊，然後是往這邊衝下來，就直接攻擊了，來不及反應。看到驚到了。對啊，真正看到，迄喙齒哈爾長，你看到你就驚死啊！他其實沒有去做出任何侵犯他領地的動作，只是在家裡的庭院，那就被攻擊了。那其實這個狀況在最近的幾個月發生的比較頻繁。這件代志發生在龜山區鳳樹坑附近。若當地民眾講，這高山仔是定定咧出入，當地機關接到陳情了後，去到現場看，嘛講民眾完全無去甲抓，嘛無甲飼。若這高山仔煞主動去共拍，代表講這衝突已經升級，要求農業局都要想辦法，莫閣互民眾受傷啊。農業局呢，已於上週後進行對民眾的衛教，而且至現場查看情況。那預計後續我們會進行誘捕的評估。針對龜山區高山仔共攻擊這件代志，農業局刷落來會來評估，敢要甲抓起來。嘛表示，這個所在算是高山仔自然生態的所在，甲人類活動生態範圍是愈來愈濟。強烈呼籲附近的民眾，千萬唔通夾糞或者是食的物件囥佇咧外口，才袂升高山仔落山。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宜蘭縣消防局一個細皮查某消防隊員，在2022年伊佇分隊的宿舍在西城區有一個查甫同事總理啊，伊着驚要請病假來收養，也毋過長官煞刁難。這個消防員是提出國家賠償，宜蘭地方法院認為講消防局的處理有疏失，精神賠償佮加上醫療的費用是判賠65310塊。消防局嘛表示講等下收到判決書，因會閣來研究講看敢閣要上訴。宜蘭縣消防局一個細皮消防隊隊員，2022年佇分隊備勤西城區時陣，互創業女宿舍的男同事看了，診斷了壓力反應，提出愛收養2個月診斷證明，請病假，消防局煞無批准，最後被迫離職，都要向創業人提告情節主體，無法度請假部分向消防局提出國賠。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不予准假的部分，這個也有過失哈，在執行職務上也有過失。那這個部分就符合這個國賠上有關精神損害的部分，准以6萬元的賠償。細皮女消防隊員求償195萬元，法院判決出來，法官認為宜蘭縣消防局責任大隊長等人，並知女消防隊員做無這場申訴了，有收養甲治療必要1萬元，機關盡力調度甲病假法定要件無關事項，作為準部的判斷標準，已經超過法定的裁量範圍，刑事職務有過失，請求國賠有證明，所以要賠65310塊，包含精神撫慰金甲醫療費用。勇敢發聲，拒絕霸凌。迄時陣，這案件爆發爭議，加上消防局近年來包含這案件連續發生3件性騷擾案件，引起各界社會各上街頭遊行。細皮女隊員這案件，不過親戚主體部分，涉案涉事查甫人判刑3個月，國賠部分消防局表示，但是就判決書了，各決定按怎處理。到那個判決書以後，我們就會再處理，看怎麼處理。再研議是否要上訴，是不是？對。宜蘭縣消防局在訴訟過程中解釋，代志發生了，馬上將涉事男消防隊員調職甲處罰，後續完成硬體改善，主動關懷女隊員的身心狀況，無准公眾甲原因。代志發生的時陣，伊在西城區甲備勤的時陣，警方大兵要件無符合，後來因為法定修正有公眾假，無法度進行違法，專案消防局無排除上訴。記者綜合報道。
頂禮拜落幾啊天的雨，今仔嘛已經出大日頭咯，天氣是真熱熱。高雄市捷運局甲高捷公司佇輕便鐵路高捷運3個路口的人行道要來設十日頭的大雨傘，一支是275000塊，今仔早起嘛啟用咯。稍來會閣來評估講使用的狀況，才閣來決定講敢要擴大來辦理。日頭請贏贏，雖然顧性命，行佇咧高雄市的人行道，有人滴帽啊，有人舉雨傘。台北若是到熱天，高雄的天氣是熱到要互人昏去。高雄市捷運局和高雄捷運公司要佇咧輕鐵和捷運的交界3個路口的人行道，試辦用手啟動的熱閘線，29透早正式起工。我覺得很漂亮啊，應該多少有差吧？你再拿把傘，然後再站在下面，應該是。遮陽設施特別採用輕量化構造設計，整體外形簡約輕巧，以不影響捷運及道路行車號誌標誌辨識為優先考量，同時具備人工易收摺、方便後續維護等特性。熱閘線若是開始用，足濟等青紅燈的過路人，攏會當徛佇咧下骹熱日，足濟人認同這個措施。不過，嘛有民眾認為搶黃的效果是贏所有的方式，嘛有人煩惱講，若是做風台，也是天災的時陣，安全防護措施要安怎做？很多最近的一個企業，那麼運氣的時候，就是你的路口，如果風比較大，如果這個情況下面，好像應該有一點。過去高雄嘛，佇咧鳳山區的南京路、國興街羅南的慢車道機車停等區，試辦機車熱入坪，啊，毋過卻因為欠管理、養護的成本等等因素，最後甲拆掉。這擺是要學韓國佇咧街仔頭設置熱閘線，嘛佇咧高雄試辦，每一個雨傘大概佇咧30萬以內。高雄捷運公司就講，試辦的階段若是無算長，也是其他無預期的缺點，這個雨傘就會繼續用。煞尾是毋是會增加試辦的地點，就要看市府的評估。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南投縣鹿谷鄉的老大人比例佔要3成，是南投縣人口老化上嚴重的所在。南投的東華病院4年前就開始去鹿谷鄉秀紅村來提供巡迴醫療服務。今年東華病院閣再甲2台錄影車改做是行動病院，要繼續來做偏鄉的醫療服務。落雨天，錄影車停至教堂外口，這台車唔是咧錄影。是一台甲錄影車改裝做行動病院的車輛，嘛是這隻新車第一屆來南投的鹿谷的秀紅村。新電台哦，新電台，新電台，我第一個啦，開始學安怎過老人的生活。教會人員大姊今年82歲，嘛一隻服務15檔啊，一鹿谷老人人口是全南投人口老化比例上懸的鄉鎮，佔28%，加上地較闊。交通較無方便，醫療資源嘛較欠缺，真濟老大人身體有病痛，攏較會輪，嘛會較分段去互醫生看。阮遮嘛無病，啊衛生所我佇鹿谷，而且嘛愛10外公里啊，老人的症頭都也袂嚴重啦，啊都酸痛，啊體部打嘛無真有效，是暫時安尼打咧感覺較舒服安尼爾嘛無效呢。第二醫生來安尼，無較安心。對啦，有差安。其真安心，啊嘛真方便。有照時間來，每一禮拜有拜四攏有來，因為安尼因較放心啦。南投的地區病院東華病院4年前就去南投鹿谷的秀紅村提供西醫巡迴醫療服務，因為是臨時就地找場所，攏以看病開藥為主，為着時代會當得到更較多醫療照顧。東華病院向衛福部提出偏鄉行動醫療車的計劃，將2台價值成千萬的錄影車變做行動病院，會當做心電圖，會當做超音波的檢查。我們會希望讓這一些比較偏僻的居民們能夠維持着健康的身體。我期望的是說，這些車子呢，能夠讓他們知道他們自己身體的狀況怎麼樣。那有需要的話，我們可能就會希望引導他們回到醫院做更進一步的檢查。張院長講，伊這4人服務的所在攏是一偏鄉，這2台車會豆豆仔增加設備，伊希望這2台行動病院的車輛會當服務更較濟偏鄉的民眾，讓時代免驚無病院。記者安修南投報道。第37屆的金曲獎拄啊煞過，咱台灣的音樂是多元又閣豐富，也毋過早期親像王春風、媽媽請你也保重，攏是禁歌哦。咱來看中華最近都有一場禁歌禁曲的展覽，咱嘛做伙來了解。
山頂的烏狗兄，媽媽，請你也保重。這歌傳唱幾50檔的台灣經典歌曲，過去攏捌是政府查禁的禁歌。這陣台灣歌曲的創作自由多元，但是佇過去威權統治的時期，若是牽涉到批評政府、敏感話題等等的各種理由，攏是政府查禁的禁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中華分署當日舉辦禁歌禁曲展覽，要讓民眾了解台灣過去的歌曲審查制度。看了是感覺講，原來以前的社會，咁即擺的社會其實真的差足濟，最歡喜家己會當佇即個自由的年代安尼。即個歌攏常常聽到，即擺會當想到講，以前袂當聽，即擺會當聽，對這鮮明的打拼甲奮鬥，我感覺足感動的。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中華分署甲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合作，為6月29開始舉辦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禁歌檔案展，展出當年歌曲審查的公文、查禁的歌本、審查報告等等的資料。親像這張廣播電台記錄表，就是當初政府監聽的證據。咱台灣人愛聽歌，愛聽台語歌，迄個歌曲咱政府甲會禁掉，透過電台咧。廣播電台咧放這個歌曲，所以講伊就開始針對廣播電台開始咧監聽。就阮了解吼，咱以前禁歌吼，差不多有1000多條，可能有的歌是因為講伊唱起來傷歡喜啊，有的是吼傷悲傷啊，互人感覺艱苦啊，所以甲咱即擺情形是無啥共款安尼。主辦單位表示，這屆展覽為即陣展出到8月25，希望用音樂做媒介，讓民眾用較生活化的方式了解歷史、思考言論自由加創作自由的珍貴。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咱再來看第2屆台南的二張杯台語文競賽，今年是成100多人來參加哦。今年唔但有離音離形的比賽，嘛改良傳統的杯歌，改做是現代台語的四句人啊。有參賽的記者是講，雖然學台語真困難，也唔過是愈學愈趣味。大家拍開試講，拼細寫題目，有人也未4分鐘就交講。台南市台語文化班學會舉辦辦第2屆二中杯台語文競賽，成100多人來挑戰。有比較語文競賽形式的語音語形，嘛有模擬教育部台語認證的底文寫作，那比實力嘛拼速度。現場有82歲時代學台語滿一檔就來參加，伊歡喜的分享講，起頭實在真硬鬥，後來愈學愈趣味。頭一個有一點仔困難，不過我去克服了，就慢慢啦會感覺足新鮮。我對台語的千美語到即馬開喙落筆，會曉用母語。理事長願望台語會當世界開花，我就是其中的一蕊花。這擺試題是學會6月拄出版的2本新冊。學會理事長黃良成講，新冊收錄這3年來的創作，有400首情景式四句聯，伊強調傳統的杯歌愛保存，即擺因結合圖卡打造現代台語杯歌。另外評審真肯定學員的表現，毋過嘛提醒愛斟酌台語的調和，現場去唱調和歌曲來加深大家的記憶。底文寫作的部分愛較台語開，毋通受華語影響。台語有變調，用迄個變調了後去寫，你就是變成有一個精差，伊你改的時陣就會產生一個錯誤。底文寫作較大的問題就是出現佇一寡華語式的迄個語法，比如講排冊包啊，伊就會講排着冊包啊，騎鐵馬伊攏騎着鐵馬。台語是非常的文啊，無應該像講過去安尼，互人感覺是。講台語無水準，所以就是因為安尼，所以阮台語文化班學會要來提倡社會對咱台語母語的一個觀感。台語文化班開辦第9檔，學會講印象大願望就是希望通落實咧台南37區，每一區攏通設台語文化班的環境，要互水開的台語文咧大家日常生活恢復因過光景。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中風的病人若量早接受高強度的復健，失能的風險地當降低真濟哦。健保署後個月開始，要佇全台灣選8間到10間的病院來推動復健病房試辦計劃，上長是當來提供180天的照護，按算有1600多人通受惠。也毋過嘛，護理團體是真煩惱，講這恐驚會增加護理能力的負擔。台灣已經進入超高齡化社會，也毋過當會是有無代表就是健康哦。根據衛福部預估，今年2026年失能的人口會超過90萬人，啊那2031年會達到120萬人。為着迎戰100萬失能的海嘯，健保署自7月開始來推出復健病房試辦計劃，上長會使提供180天整合性的照護，讓中風的患者會使減少失能的機會，讓因刷落來轉去厝的，也閣有咧做長照的時陣，攏會使更較輕鬆。
透過高強度的復健，搭配居家環境模擬的訓練，最重要就是它能夠在中風後短期接受高強度的復健後降低失能。健保署表示，這個計劃會以地區也個區域病院為主，若病院需要有腦血筋疾病照護經驗的專任復健科醫師一個人以上，另外嘛需要有物理治療師、護理師、社工等等的專任人員。若病床數袂使比30床較少，上濟是袂使比60床較濟，而且應該優先設置咧急性後期照護病房，叫做 PAC。不過，護理團體就煩惱3班護病變也未正式上路，若是新政策欠配套，恐驚會增加護理人員的負擔。人力他要怎麼樣去克服的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是看到的是常常都沒有告訴我們大家他怎麼處理，然後醫院要怎麼去遵守。建議健保署應該要審慎的來評估參與醫院的人力及資源配置，同時也要規劃完善的出院後長照銜接機制。健保署強調，復健病房的試辦計劃就親像復健的補習班，會使讓腦中風的患者出院了後，8按黃金期趕緊來做復健，有機會將過去生活能力給找到轉來，甚至轉去做工課。若目前已經有26間的診所，也有病院提出申請，會經北中南東總共8間到10間的病院來做試辦，預估會有1600人受惠。若頂禮拜健保強基會嘛已經通過，會開21億投入護理相關病房的費用。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有網友指控講，台東區農會今年3月去中國的雲南考察，嘛加將往來時刻的技術送予對方。農會是表示講，這是烏白指控，會對網友來提出告訴。有民間團體嘛呼籲講，政府應該向國際來申請聘證權，避免咱的農產技術外流。往來時刻就要袂到時，毋過外銷中國嘅證據是吵袂煞。今麥傳出網友利用台東地區農會今年3月帶團去中國雲南考察往來時刻，普遍講是帶團送技術。地區農會就澄清，這擺考察嘅目的是要了解在地生產狀況，調整咱台灣生產嘅競爭策略。目前已經報案，要告網友妨害名譽。也拿台東縣農會嘛鬥相天，講唔通侮辱農會團體。這麼講，真的是。一個外行人來講這種話，是對我們台東地區農會所有農會的人是很傷的。我們願意去幫我們這個農民來做這樣的一個行銷。不一個，中國已經會當生產咱台灣3倍面積的往來適客，有人懷疑生產的技術可能是政治外流出去，也是退休的農民做實的外籍配偶砸過去的。政府應該協助農民，甲國際申請品種權，讓農民權益有保障。品種權這一塊要確立啦，就像你有申請專利嘛，對不對哈？然後別人就不能仿冒你嘛，因為你說你的技術擋不住，可是至少我有幾年的保護期嘛。台東的農改場就表示，品種權是屬地主機，往來適客有申請品種權，不過敢若佇咧國內有效。若要申請其他國家的認同，目前還閣需要努力。也拿台東地區的農會希望外界唔通閣烏白亂做，講農會轉移技術。記者綜合報道。來看經濟部甲中油等個進行苗栗通霄到大潭的第2條海底天然氣管線興建計劃，經費約大約是400億。有環保團體就質疑講，起保工程的經費嘛正煩惱講會影響到北海地的生態地。中油是強調講有閃開敏感的生態區，經濟部嘛強調講有制定嚴格保育對策。中油三接都是第3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北檢當地偵辦工程有損涉嫌曝報超過100億。另外，中油閣要佇通霄到桃園新屋起做第2條天然氣海港，長度大約78公里，然後沿深圳一路轉入第61線，涉陸上港線到大潭配氣站。計劃禮拜一上日寬頻會議引起環保團體不滿，工程要投入400億，除了這期恐驚有弊端，嘛指出第2海港影響的範圍是北海地的棲地，但是中油的海洋生態調查有半數無甲時間影響範圍。見後頭，各無公開航價都相比寬頻的審查。環評書件裡面的鯨豚調查，就只有側線，完全沒有給航機圖，沒有給航機圖，我們怎麼知道你到底有沒有跑完的完整的側線？我們的環評的專家學者、環評委員要怎麼查核，要怎麼審查？
環保團體認為，無應該第三接犧牲海草島生態以後，閣要來犧牲即馬已經存無甲50隻的白海豬。面對這期，中油表示，石岡縣有採取回避敏感生態區來規劃。主管機關經濟部表示，在款措施有機保育對策，未來在白海豬的棲地作業船隻航速會有限制，嘛即是監測來兼顧環境甲人員安全。計劃期程化大約5年，預估在121年進入我們的營運期間。在管線路徑選定上面的話，我們優先採用回避的原則來進行規劃，以有效降低或避免對於環境的影響。我們在環說書已經擬定嚴格的保育對策，包括對中華白海豚重要的棲息環境內，我們的船舶航速會保持在6節以下，同時將配置鯨豚觀察船進行監測，確保對保育類動物不會產生不利的影響。經濟部表示，中東戰爭衝擊到咱國內的油氣供應甲貨源調度，希望中油起造第2條海港的計劃會當得到支持。不過，環保團體也以極端氣候的風險提出警告，表示未來在通宵的海港地到7條，過度集中若准風台天災去影響到海底管線，流出來的溫室氣體會對環境有嚴重的衝擊，呼籲要愛把這個開發案推動起。記者盧尚如、鄭俊佑台北報道。航空業佔全球的碳排2%到3%，英屬航空燃料 SAF 是一款清潔燃料，是減碳重要的方向。也毋過目前量真少，計數閣懸。中建今仔是發布政策白皮書，建議政府量早來建立原料供應的機制，來結合咱國家重大的建設，來加速推動咱台灣英屬航空燃料 SAF 的發展。全球走向氣態化，不過經濟轉型前景無測。航空業第2050年，每日燃料需求會達到1080萬桶，比2014年增加56%。不過，在英屬航空燃料SAF佔比可能比8%較低。碳排放量差不多每年18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比2019年增加44%，比起來航空業面臨真大減碳壓力。中建議自告舉行台灣航空英雄燃料產業推動加政策白皮書，提出相關建言。回收食用油的方式要去產出足夠量，但看起來是不夠。那這裡就涉及到我們接下來策略部件的問題。你如果就現狀來講不夠，可是你有沒有想要去開展這個產業鏈？我們在2030的時候，我們只是希望 SAF 能夠在國內市場被接受，大家知道有這個東西。到了2035的時候，我們期待國外的飛機也願意來台灣加 SAF。中經院表示，在目前的檢討工具內底，SAF被看作是有可行性的方案。不過，為推動 SAF，愛靠政策來推動。目前全球 SAF 除了供給真少，計價權主要是成本上已經有強制政策的市場。親像是歐洲，這也代表台灣若無長期政府的行動加採購機制，未來可能會在全球供應鏈在劣勢。專家建議愛較早建立政策優先，確保供應來源加上公布調整能源結果，讓台灣為被動化為主動，才被影響航空業競爭力。我們的永續航空燃油在我們的飛機裡面，不是要只有進口而已，是台灣可以自己生產啊。那同時也提高我們所謂的能源的韌性。專家建議交通部應優先訂定第2030年SAF分產目標，達到3%或者是5%來建立明確信號。在國家重大建設規劃也要納入SAF發展要素，擴大推動效益。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天氣哦，氣象署表示講，拜三開始連續一禮拜溫度有可能會超過36度，過道冇可能會落陣雨，還是講落雷公雨。頂禮拜受到風颱比克拉外圍環流的影響，有袂少所在攏傳出災情。氣象署表示，接落來的天氣會愈來愈熱。這禮拜因為鋒面向北邊行駛，氣溫會開始回升，各地攏是一份到真燒熱的好天。對7月初1，也就是拜三開始，連續一禮拜的高溫攏有可能超過36度，紫外線也會超標，民眾出門就要防曬加啉水，才袂著霜。今天的話，普遍是32到34度，局部特別是中南部的近山區可能會來到35、36度。而在明天，也就是週2，一直到未來的一整週，普遍溫度大概是32到35度左右。那特別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區及華東縱谷，局部溫度會來到36度左右。天氣變燒熱，對流雲系發展較旺。氣象署禮拜一早起，就針對15個縣市發布大雨特報。愛說離過道了後的西北風，也若這禮拜各地過道了後，也可能會落陣雨，也是雷公雨。
今天的話，水汽比較多，在恆春半島跟東南部就已經有短暫雷陣雨的出現。那對於其他地方，白天都是多雲到晴，預估午後對流發展旺盛，特別是台南以北地區、宜蘭花蓮地區及各個山區，可能會有局部短暫雷陣雨。尤其是台南以北這個局部雨勢仍然較明顯，可能會有大雨或短延時的豪雨出現。氣象署提醒，受太平洋高壓漸漸增強的影響，台灣這禮拜會真做熱人的天氣。氣象署拜一也有發布高溫的資訊，彰化、台南可能會有36度以上的高溫。另外，目前佇關島的東邊、甲菲律賓東邊、到南海的附近，攏有熱帶的擾動咧發展，敢會變作風颱，愛閣觀察。記者季玉琪、謝桂玲台北報道。下晡報的天氣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4度；中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東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2度；華東地區上低28度，上懸31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語台報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晡3點，咱再會。